直至2011年，香港大約有70萬嘅糖尿病患者，即係每10個人就有1個人患病。糖尿病發病嘅原因有好多種。註冊營養師潘小姐表示，香港糖尿病患者患病嘅原因，主要同佢哋嘅飲食習慣有密切嘅關係。同我哋嘅飲食習慣啊、生活習慣啊，好有關聯嘅嘢。咁原來嗰啲小朋友而家咧，因為兒童肥胖咧喺香港越嚟越多人有啊，咁變咗啲小朋友食嘢啊，又食得好多，油鹽糖嗰啲食好多，變咗個體重越嚟越肥。嗰啲小朋友肥胖嘅小朋友特別係容易會有呢個糖尿病，唔好話就係糖尿病，血壓高啊、膽固醇高啊嗰啲都會有，甚至乎而家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小朋友有脂肪肝。隨住糖尿病有年輕化嘅趨勢，營養師俾咗啲建議年輕人。協調得好之外啦，咁生活上邊例如即係煙酒啊嗰啲盡量戒咗佢啦，係咁同埋就係生活習慣啦，即係早睡早起啦，足夠睡眠啦，咁同埋就係做運動好緊要啦，因為運動到我哋嗰個大腿肌肉啊，或者我哋肌肉群組嘅時候，都會用咗啲嘅糖分去俾我哋一個 energy 去喐啊。咁食完飯肯去散步半個鐘咧，其實都已經好有效幫助我哋咧將嗰個。為咗更加了解糖尿病人嘅生活同埋困難，今次我哋邀請咗患有糖尿病30幾年嘅宋先生接受訪問。病發之前嘅飲食咧，我都幾犀利㗎。我可以比你哋一個普通人食多2倍嘢㗎。我就朝頭早一個朝頭早我都要2碗飯，兩個糯米飯，1碗粥，一條雞腿我先係一個早餐。晏晝食飯我係食2碟㗎。因為以前我係一個肥仔嚟嘅，我係180幾磅，啲食量都好準，冇乜壞習慣嘅，準時翻工，準時放工，準時食飯咁。係除咗佢有時要開 OT 咧，就比較晏啲咁樣生活習慣都幾正常。我病發嗰陣時一啲，即係有少少病徵嘅啫。我咧就係覺得好頸渴啦，成日眼瞓啦。坐喺度都瞓得着，好攰啦，個人唔太清晰又咁，所以就去睇醫生啦。反而咧用喺糖尿嗰方面嘅錢咧就唔係好多，係用喺糖尿病引起併發症我去洗腎嗰度嘅錢用得多啦，一個月差唔多用我成1幾2萬。嗰度嘅錢用得多，因糖尿病嗰度用嗰啲錢咧就唔係好多嘅啫，因為我本身係公務員啦，我睇醫生嗰度係使錢嘅，係唯一洗腎嗰度嘅錢。另一名糖尿病患者韋先生表示，治療糖尿病嘅費用隨住療程嘅時間越長，而水漲船高。佢分長時間同短時間嘅復診。短時間咧就係10蚊一樣藥，就你攞幾多樣就照數。通常咧我就攞16樣，就160蚊，加埋診費咧就60蚊，即係220蚊。如果係超過咗3個月嘅，3個月都係20蚊一樣啦。所以嗰條數咧就乘2啦，就320蚊藥費，就另外加60蚊診金，即係頂籠係380蚊。糖尿病病人除咗要經受疾病嘅痛苦，亦都要承擔沉重嘅財政壓力，政府喺相關嘅資助，究竟係咪真係足夠呢？